具咧係我哋現代化生活咧不可分割嘅重要部分。但係現時啲油車咧，佢哋排放大量嘅廢氣，加劇我哋空氣污染同埋溫室氣體嘅排放。香港要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呢個目標，所以綠色運輸係非常重要。我今日喺香港嘅亞博會上面，喺2025年國際車博會度，同大家去睇下有幾多款嘅交通工具已經換上綠色嘅新裝。好啦，我試下架車啦喎，好特別㗎！全香港咧未試過有一隻冇咗中間條柱嘅車㗎喎，你諗？呢部全新嘅純電的士真係比以前嘅車款大好多，坐落去更加舒服。哇！呢個車廂咧好闊落喎。冇錯，係真係同級之際最闊落嘅。裡面仲有好多智能電子系統，為客人提供更好嘅搭乘體驗。最重要嘅係，價錢同而家普通的士一樣都係29蚊起標，同全部家車一樣至一樣價錢嘅。講到純電車，大家最擔心嘅就係充電問題。不過呢部車配備咗先進嘅流動充電車同充電機械人。呢部機械人都過咗嚟啦，跟住我行嘅。好啦，可唔可以我哋試下充電俾大家睇嚟？不如快充15分鐘，可以行300公里，無論你喺邊度都唔使擔心充電啦。綠色交通咧已經係全球嘅一個趨勢。2025年咧，全球每賣出4部新車咧，其中有1部咧就會係新能源汽車。而中國咧喺全球嘅電動車入邊佔比咧已經超過60%，領先全球。呢架純電小巴係香港本地研發，喺好多方面都有突破。佢嘅快速充電科技真係獨一無二。呢個電池咧可以做到咧，就係喺5分鐘裏邊就可以由20% 充到100%㗎啦。而且佢有低地台設計，方便輪椅上落。呢個喺小巴上面真係唔多見。另外，仲有高級輔助駕駛系統，包括防撞提醒、軌跡偏離提示同電子後視鏡，安全性非常高。剛才咧，我哋睇到呢一部小巴好多精彩嘅細節，我哋睇到業界人士咧對於佢呢部小巴嘅設計咧係非常之用心。我相信未來咧，我哋嘅綠色出行咧一定會更加精彩。呢架可以搭載2個人嘅載人飛行器，最遠可以飛30公里，唔需要跑道，垂直起降。未來可能會成為你嘅座駕。試一試上嚟我哋部飛機。啱啱好呢部機咧就喺2025年，即係今年嘅3月底攞咗一個 OC， 即係都會好快可能會有呢個商業化。純電嘅載人低空飛行器，將來都會係一個重要嘅綠色出行方式，喺空中遊覽、空中交通等方面發揮重要嘅作用。其實我哋好多嘅香港景點咧，都係好適合咧用一個即係高空嘅俯視嘅一個視覺咧去欣賞我哋香港嘅美景嘅喎。係啊。近年喺新質生產力同埋綠色發展嘅驅動之下，綠色加智能出行，無論係馬路上嘅車輛、公共交通運輸、低空飛行器，都帶領我哋邁向更潔淨、更高效嘅未來。